乡亲啊，你有算过你一天用偌济塑胶袋啊无？讲台湾人一个人一天平均使用2.7个塑胶袋，累积落来，一年的用量超过180亿个。为着要让这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家人有一个查某囡仔黄玉婷，伊甲为故乡的河川所捡到的塑胶袋，重新来烧样，做成馅糕、手指、冰针等等的饰品，将做独一无二的永续珠宝。另外，还有一个创作者蒋欣颖，伊甲充满着记忆的老厝内底所抢救的真侪废弃的有窗仔灰的玻璃，重新来利用，做出着真有古味的作品。继续，咱就来看工艺创作者用心守护台湾的心意。废弃塑料袋，它不管是透明还是不透明，还是它的材质，我们都可以拿来做创作，当耳饰、当项链，它其实不容易坏，可以再重置跟修复，可以一直循环。海棠花的前身是从这个菊纹去衍生出来的，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它是年纪非常大。台湾是在压花玻璃这一块是停产，那用我学习的镶嵌玻璃的技法，然后再把台湾的纯花玻璃结合起来。生活中常熟悉日常用品塑胶袋啊，在永续循环的概念下，会使安怎重新再利用？有创新的装置艺术，要人用单条塑胶杆仔它重新加热，做成彩色的环保碗。然而，你敢知影讲，被单条塑胶袋啊，会使变成永续的珠宝？今日家人这间金属艺品店，小小店面展示真侪色水真水的饰品，金属片的馅糕，敢若花长开的冰针，白色花瓣要真幼弱的线条，加真有个性的乌色的手指，这拢是工艺创作者黄玉婷用单条的塑胶袋啊所做的工艺品。玻璃管啊，一个拍开，摕出胶啊式的塑胶袋啊，甲加过了后，加死夹出来，伫塑胶袋啊为外形。希望它就是表面有质感，所以我们用它的温度去控制它，让它可以勒索，变成比较硬质的部分。因为它本来是有点像玻璃质的那种材质，就是固化它的概念。用200度烧铁，伫胶啊式的塑胶袋啊烧一空一空。就会有点像昆虫的翅膀啊，或是一些植物的肌理那种感觉。塑胶袋啊，因为温度的关系，慢慢变硬嘛，宽成形。精雕它，就是让它的形可以更精准。经过差不多1点钟，到金色的馅糕啊，像树叶啊，搁成鲜的色的胶啊色的馅糕就做好啊。它跟原本的材质就会有质地上的差别。对，一个就是脆脆的，然后软软的；一个就是硬挺的，然后有弹性。除了道理的破坏薄薄的塑胶袋啊，变成真定的馅糕，过使用贴的工艺法，表现出环境谨慎、选莪白滑的馅糕。它其实是废弃塑料袋，可是它是做的很像白化枯老石的那种感觉，呼应就是对环境的关爱，做了这样的白化的意象。这个原本是我们的戒指台，然后这是我们做好的每一个很像珊瑚意象的形态的一个戒指，不同的颜色其实是不同透明的废弃塑料袋去做渐层的变化。像巨枝鹿角珊瑚，它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做上去的；管状海绵也是一个一个做上去，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微雕塑的作品，它其实也可以透光，可以成为小的夜灯。紫色的话是一个废弃塑料袋，然后白色的也是白色废弃塑料袋，所以它是2种不同塑料袋去结合。像这个绿色素材其实是药妆店的一个手提袋，就是废弃塑料袋的手提袋。创作材料无受限制，整个基隆市区溪边甲海边嘛是伊创作上大的素材库。废弃塑料袋，它不管是透明还是不透明，还是它的材质，我们都可以拿来做创作。在一开始清洁的时候，我们就要清洁得很彻底，就要把这边都全部的翻开来洗，然后像这边也可能很容易就是卡脏，会用酒精消毒，然后再把它晾干。已经存在在环境中的废弃垃圾或废弃塑料袋，我们将它捡起来做循环。废弃塑料袋的颜色都是现成，没了这个塑料袋的颜色，我们就是限量。从小在基隆西定河旁边长大的工艺创作者 A 里，西定河是他创作发想来源最重要的基地。好可爱哦！
以前在这边好像很少看到鸭子。 2014年，为了毕业作品，伊登去家乡找灵感。走到这边的时候，刚好看到这边有个铁梯，但虽然是生锈的，我原本是有点畏惧高症，我就不太敢下去。下去的时候，就是沿着河道慢慢的捡垃圾，就不管什么垃圾都捡。一开始做创作的时候是很喜欢自然生态，我最常走的这条路就是西碇河的河岸盘，所以我就想说可以。 找到一个媒材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家是我最有情感的地方。然后河流这边，其实跟对岸邻居啊，还有看生态是可以近距离的，非常的温馨，然后又美好。捡垃圾的同时，还可以去研究这些垃圾，让它循环重生，然后还给生态一个纯净的一个干净的一个状态。 伊的脚手将无人卖粪扫做成限量品。像这是雨伞的头，里面中间的其实是瓶盖，外面就是飞机塑料袋，所以我们就做的有点很像珊瑚或者很像蘑菇的感觉。所有捡到的这些瓶瓶罐罐的这些瓶盖，就是在像这样的瓶盖，我们会做创作的部分，我们也会洗完以后先放在罐子里。红砖跟那个水泥的部分，它其实被海边磨得很像栗子的这种造型，就可以很适合拿来当项链。 看起来像琉璃，它是每一个不同的保特瓶，就是可能我们在路上捡到，我们就希望说它有一种渐层的感觉，然后侧面很像是蛹的一个形态。 32岁黄玉婷，大学到硕士主修当代精工，伊将学到的所有的媒材，拢是创作素材观念，和家人为较早出产的土炭变合金。看起来很像石头的，其实它是煤炭，海边上可以捡到的大小，基隆的 A 级煤炭。那基隆的煤炭其实属于硬度比较高的，然后等级也是比较好的。项链的坠子也是用 A 级煤炭做的，还有这些胸针跟戒指。 有矿场，还有一些矿工历史的一些记忆，就是我们希望如果顾客来，他可以跟我们做交流。对家乡情感、对环境关心甲烦恼，黄玉婷将人单调的塑胶盒循环重生，更加予伊无价永续生命。亚玻璃刀用规身躯的力，伫玻璃顶画出一抓。 这一片一片的玻璃是台湾在民国50年代厝内时常看到的糖灰玻璃，伫一摆一摆的老厝搬刷甲镀金，这花草真水的玻璃慢慢的变成废弃品。台北都更非常多，所以你在路过，其实你都知道一些老房子被拆掉了。那我就会看到一些工人在。 打算把这些玻璃拆除掉，可能要直接打破当成垃圾收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早期台湾的窗花玻璃，它其实最后大概就是3.5米左右，顶多偶尔再厚一点点，但是那个其实它的安全疑虑是不够的，它太薄了，它太易碎了，所以气密窗也不会使用这种厚度的玻璃。渐渐的，它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少，台湾是完全停产，在压花玻璃这一块是停产。 格纹感这一块也非常少。对古米情有独钟，从新永卫大学时期就开始收集有特殊历史印记嘛不再生产的糖灰玻璃。这个是钻石的花纹，你可以看它，像我刚刚说，透过光线来说，它是比较锐利的，所以它很像在钻石有光线折射的感觉，所以它这个叫钻石花，是以自然的意象去做创作。这一款叫做碎石纹，那它就比较几何感觉，棋盘格2种效果去做出了不同花纹的棋盘堆叠，然后这个它会稍微再厚一点点，这个也非常非常少见。这一块是日据时代留下来，海棠花的前身是从这个菊纹去衍生出来的，所以你在摸的时候，其实它玻璃纹路是很深很深的。这个应该是现在我觉得很难找到，我自己也找不到这一块。我爬进去杏林医院里面，全部都是这一块，我觉得很漂亮。它的确真的很适合医院的氛围，它是比较平静，然后就是直线条，就是也是几何型的。我一开始真的是就是去逛很多不同的老旧房子的巷弄，每个据点丢家具的据点去开始翻。点过变啊使用这无人卖玻璃，沙无长一直到学设计出身的伊，找到组合玻璃老师，开始创作之路。我想要找镶嵌玻璃课程，我发现非常非常少资讯，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
那种欧美的那种镶嵌玻璃到底是怎么把它焊接成这个样子的作品，所以我就开始去搜寻非常多资料。那时候其实很不透明，后来我找到一个老师吧，我才理解哦，原来镶嵌玻璃是这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工艺，它没办法投机，它就是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把它做完，所以很需要施作者投入很多时间跟精神。为挂玻璃到嵌吧，还佫详细打铜箔啊。每一片玻璃我们都是把它包成一圈，我们再去做焊接的动作。铜箔我都会说它是镶嵌玻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道路，有铜箔的地方，我们漆才能附着在上面。包铜箔很重要，第一要包的分量要抓好，如果你一边太多一边太少，你作品就会不稳固。结果用高温100度的烧体阳下来量。如果你没有温控，它会不断的升高，然后升高它的温度到达一个太高的顶点的状态的话，你去沾取这个锡，你会像下雨一样一直滴下去，你的焊接头是没办法附着锡的，所以我们都要去做一个降温的动作。锡是翼状的，所以你如果是歪斜的话，或是这样的话，其实会流到这边，所以冷却这边会变得凸得很大块。希望你可以焊到平整，然后饱满，作品就是坚固。在焊接的时候去抓水平。然后让它呈现到一个饱满的状态，它就会一个漂亮圆弧状。那圆弧状它的刚刚好就会让你的锡整个压下去，它就不会有刮手，也不会有立角。钟欣颖初期的作品想要什么就做什么，无想要去考虑到实用性。但过即马已经希望古玻璃的历史记忆会使被传承落去。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我有点排斥，我要不要去妥协这件事情？我希望它不要被都更被消失。那我今天只做漂亮的东西，然后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运用在生活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被消失掉？放一些功能使用在生活里面的话，那也许它就会继续被传承下来。做一些小饰品，希望它可以放在我身上、耳朵上、脖子上。有一个人他就是写一个信给我说，我想用这一块玻璃去做一个珠宝盒，我是要送给我的奶奶的。他有给我一张照片，就是奶奶在她那个房间刚好有海棠花，就打开我做的那个珠宝盒的照片，我自己很喜欢。今摆作品更加精进，结合多元用途加设计性，嘛透过作品的质感，讲起了台湾古早年代故事。布登公寓，它是以早期60年代的建筑为主。顾名思义，你要走路才能回家，所以一步一步要走那个阶梯才能回家。因为布登公寓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窗花玻璃在里面，所以我就用台湾窗花玻璃转换成我对布登公寓的印象。除了很多阶梯跟一些建筑的意象在里面的时候，我希望融入花器、盆栽跟鱼缸的使用方式在里面。我觉得困难点是在我们在会手绘一些平面的建筑感的东西，但是要把它转换成立体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转不过去的。我不是在做烧玻璃，所以这个弧度的转换就是它的弯多少，我就是要用那个玻璃去把它慢慢拼成一个圆弧感。对，所以这个弧度是这样做出来的。连今仔时代用纸凹出来的纸盒，伊都会使用组合玻璃加做出来。折出来以后，开始去算尺寸，就是要自己再重新算尺寸比例跟构造，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纸鹤的形状。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在找自己麻烦，那个过程其实有时候很痛苦。你可以看到每一条焊接线，我们在做焊接的时候，我们都要水平。索性我是自己从头到尾就是抱着一个很大的泡泡，然后一直转。那因为我必须一只手抱，一只手焊，所以我连脚也可以一起夹住了。就是我至少我身体是软的，我不会伤害到我的作品，锡也会滴到我身上，然后或是有时候烫到的时候，你还要忍住，然后不能去丢掉作品，然后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将荷人弹调未记起的本数扣起来，钟欣颖甲黄玉婷两位环保的艺术家，用家己的手艺甲情感，重新打造、焕发出充满温度的作品，唔但好记忆延续，嘛好故乡的环境影响。